鄭人買履係戰國時代韓非子所寫嘅成語故事，講述古時有一位鄭國人，出門前先用繩量度好腳嘅尺寸，準備去市場買鞋。到咗鞋店，佢先發現自己忘記帶繩，於是急忙跑返屋企攞。等佢再趕返去市集時，店鋪已經閂咗門。旁人問佢：點解你唔用自己嘅腳試穿呢？佢堅持話：我只相信量度好嘅尺寸，唔相信自己嘅腳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做事要懂得變通，唔可以太過死板。遇到問題時，與其堅持舊方法，不如靈活運用身邊嘅資源。就好似故事嘅例子，不如直接用腳試鞋一樣簡單又實際，仲可以達到最好嘅效果。我哋一齊聽下原文啊！鄭人買履，韓非子。鄭人有且自履者，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座，置之使而忘操之，以得履。乃曰：吾忘辭度，反歸取之，及反，使罷，遂不得履。人曰：何不試之以足？曰：寧信度，無自信也。